还想聊下讲讲，转到来节目当中，也是我来请你们老太家来讲下吼。讲到啊，呀透菜头先有讲到透菜嘅呀营养成分吼，所以咧喺一定個嘅吼，也是係一下現代人吼，食來講唔是少講食唔會飽，不過呢一下吼做愛做出嘅就係用嚟食下空氣咯，係要發現我冇杯嘅透菜買起來就係一包一包，吼，有啲會佢含有鹼嘅吼，有啲會就按樣沖然。一節一節咱這裡都好些好些，佢就按用一節嘅透菜天天啊，見咩冇睇嚟嗬，哎呀食起來沖然用嚟講咯，見咩冇買嘅貼片冇強樣嘅味素，係要看到喺現場嘅我看咯，而到透菜起定嘅呢，係樣嘅啊，然後你冇強樣嘅味素，係你到透菜按用起定就做會得咧，唔是做過其他整理哦，就按用買係嘛？对。老太家講下哈，應該說像這個是長髮菜，也係長髮菜，係。那正常的芽菜啊，它應該是說它的根，跟它的上面這個咖啡色的種子皮，還有它的這個茎，都是完整的。對。那市面上剛剛主持人提到，有的芽菜你看不到它的根，然後去頭去尾。只是它中間那一段，我吃到講佢動功夫啊！哦，那個有時候不是功夫，可能是加藥。因為有一種農藥叫滅根劑，它加下去會讓這個豆芽菜根長不出來。所以不是說它去把它切掉，是它有時候根本加了農藥長不出來。可是我們種的芽菜是讓它完整的，它連根還在生長。對啊，剛剛主持人提到它站着，對不對？那它站着就是第一個，它還活着。在冰箱還會長大哦。做你係按用，所以連嘅蝦嘅按用直接買本消費者。對，拿到的時間就會按用嘅用。對，就是它這樣，它就會在我們的盒子裡這樣站着活着的，讓消費者帶回去。所以它帶回去的時候，在他家冰箱，它還會長大。那這樣就是最新鮮的一種青菜。樣啊都想到咧嗬，你講佢還會個長大就。哎呦，迄個比如講一下買咗起嚟啊，最講愛食嘅時間，人都直接從你頭先按用，綁起來就做得食下，按用誒，愛洗過嘛？要不要洗也是我們常常會被大家問到的問題。那我們的芽菜，主持人有沒有覺得它非常漂亮又乾淨？上來動醬啊，就會吃到按用直接拿起來食，從你咩冇買太問題一樣誒。對，因為我們芽菜是只有用水，然後那個水有經過逆滲透跟紫外線殺菌處理。草也就愛講到嘅啊，應講中藥嘅透菜芽菜來講，食菜佢嘅水黏都動蔥葉嗬，水有槍冇槍，韓國也水係咪適合來中藥透菜？對，就是水是芽菜的關鍵，因為芽菜不用任何的農藥跟肥料，所以用水它就可以發芽。可是相對的，因為我們這樣吃這個芽菜啊，不要加熱比較好。對，因為它的營養跟酵素會被破壞掉，所以乾不乾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故說我買轉去第一步我用來做。第一步就是用，像要吃多少啊，我就這樣把這一撮，譬如我今天只要吃這一撮，拔起來用冷開水沖一下就可以。有啲會洗下就做得食咧，洗下做得食。沖下啦嗬，應該冷嘅灌水哦，像洗水果一樣，唔係水透水哦，對對對。好，就按用溜去沖下，直接全部按用食嘅要健咧，韓國要嘅頭先講種鹽咧皮，對都可以吃，全部都可以直接食。這個種子、殼還有根都有營養，都有營養，就是可以在節目上吃東西的話，我現在就把它吃掉，都可以吃。應該再去家嚟種嘅啊，韓國真係要空氣要衛生嗬，用直接就做得食嗬。呀，我都想到另外嘅問題，而家下播一個層，你一般。種長菜係奶草嘛？對。我記得這些時間我都種也講透菜嘅時間，當中係用嘅棉咧，棉咧哈。那我們也係紙咧。對，我們這個底下這個紙張其實只是給它保濕，就是讓它有水分，在冰箱也可以繼續長。嗰個種嘅時間就會用日種係嘛？對，就是有底下就有這個紙，讓它可以在上面生長。對哦，按樣顯哦，也做一張講到我拿到我食嘅時間，我用格散咯，也會有看到嘅，有一種思考。呀，對老太家講下嗬，就佢嘅按用嘅老藥嘅紙拿鐵，
好像我们这样子的芽菜啊，其实要吃的时候啊，这个纸张是可以很容易整个撕下来的。哎呦，一简单呢。对，希望啊，像看到啊用啊，就是跟人用嘅神咯，韩国也下晡按到嘅紧啊，做用大酒骨，几袋用诶。对，那这个一堆一堆的，就是一般看到会以为是不是也是棉花？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，哎，用棉花来种，可是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的根。他们会纠结在一起，所以全部像要不要猜猜看，这一个里面有几株青花菜、抢发菜？你讲有几多嘅种叶种出来？对，一碟种叶做一条。对，哎用有一朵呢，一朵有几下钱哦？哦，有上千，真是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上千株，就懂。想都懂名呀，对，所以它上千株的每一株的根纠结在一起，它看起来就很像棉花，就不会秋棉呢，对，但都可以吃。好，就全部都得食就没问题哈。就亚维来因讲到啊哈，佢也个也蔬菜就大家可能吃到係面的哈，因亞維就有也個圖片來大家講，其實也冇乜嘅大問題哈。都可以吃。好，也就係講到因也個從芽菜來講哈，也所內。雖然講老一般的拿到的冇營養啊，只吃只餅都本上就做得得咧。哦，對，做得餅一嚿啊。哦，我們一嚿的時間要食它啊，這個很重要。就是說，我們的芽菜因為還活着，那它沒有被採收的傷口。對，所以一般芽菜啊，為什麼你個採收的傷口會咁重要係嗎？哦，對，因為像一般的芽菜，它這樣種一片，然後它去把它切割下來，裝成一包一包的，那就是我們比較常看到躺着的芽菜。對，可是就像我們人小時候，或者說我們有傷口的時候會流血。對，那芽菜它被採下來的過程，它就有傷口了，它受傷了，所以也會分泌不好的東西。那這樣芽菜它營養很容易跑掉。哦，有接觸到那空氣的時間，感染，也水分的時間。那它在冰箱可能放個2、3天就會開始出水，不耐冰，對，不耐放。可是我們的芽菜因為活着還有生命力，所以在冰箱裡其實大概1個禮拜，它都還是很新鮮的狀況。甚至我們有朋友幫我們放過說，哦，你們的芽菜有加東西吧？為什麼在冰箱2個禮拜都還站得好好的？可是沒有加，就是因為它自己本身的生命力。